東華三院向來關注市民嘅福祉，為回應大埔區居民嘅需要，於1984年，東華三院喺大埔區展開優質嘅幼兒及安老服務。東華三院於大埔區設有方麗明幼兒園。令到幼兒咧喺社交、智能、情緒、體能、美感、創造力各方面得到平均嘅發展咧，係我哋首要嘅工作嚟嘅。呢度嘅老師咧就係好專業噶啦，同埋佢個服務咧又好全面啦。咁至於我哋嘅小朋友咧喺幼兒園呢度咧就學到好多嘢。咁我哋覺得咧，小朋友真係成長咗，好開心，好開心。東華三院於大漁村設有許麗娟安老院，於三門仔嘅船灣安老綜合中心有3間護理安老院，包括包少龍護理安老院、伍若瑜護理安老院及伍蔣惠芳護理安老院。服務範圍包括住宿、膳食、護理、起居照顧、復康、輔導及康樂活動。我喺度住咗10幾年啦，我就叫做梁潔珍。咁啊喺呢度咧吃喝玩樂咧都同埋一齊嘅，好開心嘅。咁啊最近咧我又參加咗長者生活學院嘅課程，咁啊裏邊乜嘢都有得玩嘅，咪有課程學嘅，活到老學到老。呢度嘅院舍咧個環境同埋設施係非常之好，我真係好滿意。咁同時啲職員嘅服務態度又親切友善，對啲長者照顧得無微不至，非常之周到。咁我外父入住咗嚟呢度之後咧，佢嘅身體又好咗，咁希望佢可以喺呢度安享晚年啦。咁我同埋我太太都非常之安心，好感激呢度，好多謝，好多謝，非常之多謝。東華三院百多年來致力為香港市民服務，喺大埔區提供服務已20年，不斷提升服務質素，以配合區內對社會服務嘅需要。未來東華三院會繼續努力，回應區內嘅需要，將東華心獻給大埔居民。